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算算今仔日是旧历24，都爱送神。古早人讲24送神，25万面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神，神明的神。讲到神，就是天地万物的创作者，或者是主宰者。咱讲神明。另外，道教认为讲山有山神，海有海神，台有台神，啊那求财有财神。另外，咱台语用这个神有一个较特别的用法，就是咧讲一个人的精神状态。假使讲若是精神无好、无集中，安尼就是戆神、神气。啊，若是讲一个人足巧、足欠卡，咱讲巧神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词，读做老神在在，这个意思是讲拄到代志足定着，拢袂紧张。第二个词，读做进庙祈神。照这个字面的意思是讲，住伫咧庙的附近，因为真简单，就会当行骹到去拜拜。颠倒认为讲庙的神明无啥，较无尊敬。啊，若进一步的意思是讲，对身躯边的人或者是身边的物件较无重视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敢讲变仙仔集团卖进庙祈神，知影讲咱台湾的百姓接到变仙仔的电话，拢老神在在。这阵啊，就趁到疫情的关系，敲电话骗到海外去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神提供予大家参考。